日係2026年2月2日星期一，會由我曾志晴為大家報道今日新聞630嘅專題。行政長官李家超最近接受媒體專訪嘅時候，透露出一個大新聞：香港將會首次制定自身嘅5年規劃，就對接國家15規劃制定5年、10年，甚至係更加長遠嘅規劃框架。佢本人甚至會作為第一責任人，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嘅專班作為統籌，期間將會聽取各界嘅意見，兩會之後將會全面推進。特首將呢一張嘅政治支票開得好大，可以話係香港破天荒以嚟第一次。15規劃呢幾個字，我哋成日掛喺嘴邊，但係究竟內容係啲咩呢？對於香港有幾重要？真係好值得我哋深入探討。李家超披露，香港將首度制定5年規劃，全面對接國家15綱要，並由特首做第一責任人，統籌跨局專班，兩會後全面推進。國家層面嘅15對香港願景更加清晰，堅定落實一國兩制同愛國者治港，提升依法治理效能，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大局，強化同內地經貿、創科、人民合作，令港人北上發展更便利。同時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並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亦配合綱要，強調壯大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香港可用金融、科創同專業服務做加速器。呢份藍圖等同為香港定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喺大灣區引擎帶動下，成為國家高質量發展同對外開放嘅關鍵樞紐。更上一層樓。隨住國家步入15嘅時期，香港嘅角色已經從被動嘅參與者轉為積極嘅貢獻者，確立香港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以及係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利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優勢，助力國家一帶一路以及係高水平對外開放。金融、航運、貿易本身係香港嘅強項。關鍵係點樣對接國家大戰略，爭取更加大嘅市場空間。至於點樣將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呢一方面香港就冇具體嘅經驗，但係或者就會同即將落成使用嘅河套科技園區，以及係正如火如荼發展嘅北部都會區，係解決呢一個問題嘅重要關鍵。香港科創其實已經起勢，除咗科學園、數碼港累積多年產學研經驗，河套深港科創合作區香港園區2025年12月22號正式開園，一期首批3座大樓，即係濕實驗室同人才公寓落成，並已經吸引超過60間海內外企業簽約進駐。同日更加啟動連接深港兩園嘅西面跨河橋項目，意味住科研、人才、數據同中試轉化嘅一河兩岸協同開始變成實體運作。更加重要嘅係，北部都會區唔只係香港未來經濟新引擎，更加係15期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最關鍵嘅空間載體同實踐平台。政府已經公布新田科技城概念綱要，以210公頃新創科用地打造原型、中試、小量產鏈條。估算全面運作後，每年為 GDP 帶嚟逾2500億港元，提供超過30萬個職位。政府又計劃2026年第一季就北都專屬法例諮詢，爭取年內立法，以制度提速提效。香港嘅科創前景就係北都加河套，打通研發在港、轉化在灣區、市場在全國與全球。用香港國際化平台為國家新質生產力同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更強支點。15時期，香港將會進一步強化佢作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嘅定位，實現服務國家嘅高水平對外開放政策。香港係一個國際開放型嘅經濟體，李家超特別強調，政府會將目光投放去更加多嘅新興市場。佢特別提及東歐同埋中亞，表明會優先考慮出訪當地，希望為香港嘅企業尋找未被發掘嘅金礦。李家超近年頻頻走出去尋找新市場，先係2023年帶團去沙特同阿聯酋，促成一共13份合作備忘錄同協議，涵蓋金融、創科、商貿等等。
為香港企業打開海灣國家新人物同新資金池。其後2024年再轉戰東盟，喺6日內訪問老撾、柬埔寨、越南，主打3件事，就係加強政府層面聯繫，推動經貿，深化人民交流，並爭取支持香港加入 RCEP， 擴大區域合作空間。去到2025年，佢第2次到訪中東，轉赴卡塔爾同科威特，4日行程一口氣達成咗59項合作備忘錄同協議。又強調以超級聯絡人、超級增值人嘅角色，聯同內地企業一齊開拓新興市場，為香港尋找更多出路同增長點。講咗咁多未來嘅大格局同埋大規劃，其實15.5除咗涉及經濟金融之外，亦都包括好多民生嘅事項，有啲係綜合性嘅社會配套，例如教育、醫療、房屋、青年發展等等。李家超形容係全政府嘅任務，一定要由自己帶領。喺2025年嘅施政報告，特首其實已經有所強調，香港喺國家14.5規劃收官同15.5規劃佈局之際，致力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加強邁向由治及興。喺民生方面，重點係加供應、補短板、提質素。喺房屋方面，政府提出增加公營房屋供應，重建舊公屋邨並豐富置業階梯，同時擴大土地儲備，降低建造成本，加快城市更新。喺醫療方面，方向係強化公營醫療系統，增強同加強培訓醫療人手，做強基層醫療，並加碼癌症預防、篩查同治療。另外，亦將精神健康列為重點。喺社福方面，提出針對性扶貧，加強長者居家安老同院舍照顧，支援照顧者並完善復康服務。而喺就業同勞工保障方面，強調本地工人優先，改革再培訓，並研究以立法規管網約車，同時加強平台工作者保障，令經濟發展同民生改善同步推進。呢啲舉措都係回應咗國家15.5規劃對香港嘅期望。未來5年，特首要聯同各司局官員將呢啲願景一一實現，責任非常重大。國家嘅15.5規劃見證咗香港同埋內地日益頻繁嘅聯繫，確立咗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清晰定位。香港必須要積極重視。今次特首李家超決定親自籌組專班，全面同國家15.5規劃對接，為香港破天荒首次制定出自身嘅5年規劃，係一個非常之有魄力嘅做法。我哋一齊嚟祝願佢獲得成功，為香港創造出更美好嘅將來。今日新聞630嘅報導就告一段落啦。咁多位觀眾離開之前，記得要俾個 like， 同埋記得要評論、分享、訂閱。你哋嘅支持對我哋嚟講非常重要。多謝晒大家，拜拜。